伊朗放低少少，即係唔係對住全世界去開戰，似乎就係喺咁樣嘅戰略意圖之下，就係其實通過放行包括日本在內嘅一啲嘅船隻咧，企圖去分化美國同埋佢嘅盟國陣營咁樣樣。即係如果係講珍珠港嘅時候，佢係好擅長地去利用一啲咁樣嘅好鮮明嘅符號，好簡單地去切入或者去提出一啲咁樣嘅信號咁樣樣。大家好，歡迎收聽時事焦點，我係鄭樂偉。喺開始探討之前，首先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訂閱，撳埋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喺19號喺白宮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峰會。依家美國同伊朗嘅戰爭依然持續，而伊朗喺美日會談之後，隨即宣布放行日本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咁究竟點解會咁呢？我哋今日請到前香港區議員、現任神奈川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葉錦龍嚟同我哋講下。阿 Sam 你好，係，hello。咁今次高市早苗出訪美國啦，成效你覺得點啊？算唔算有成果呢？其實咧就如果係講實際嘅成效嚟講，都只可以話係中規中矩咯。咁整體來說，即係大部分嘅即係一般嘅想法或者聲音，都係喺一個嘅危機管理上面嘅外交成功啦。咁但係即係實質嘅一啲嘅成果咧，就似乎就比較少，反而比較多嘅評價或者大家對於佢嘅期待都係佢點樣喺呢一個嘅特朗普嘅手中嗰度可以毫髮無損咁樣樣去過到關咁樣，尤其是就係即係喺呢一個嘅一啲比較上面左翼少少嘅傳媒嘅一啲嘅問題之下，咁特朗普嘅一啲好尖鋭嘅回應之下，佢都仲可以係即係捱得過咁樣樣咯。咁當然啦，即係都會有少少具體嘅成果，即係好似就係話佢嘅即係對美投資嘅嗰個嘅計劃啦，11兆英嘅第二個version，第二 part 咁樣樣啦，同埋即係佢一啲嘅即係關鍵嘅一啲嘅稀土礦物之類嘅計劃啊等等咁。同埋就係即係佢得到阿 Trump 口講就係話日本就同呢個北約唔一樣咁樣樣，日本係肯承擔責任嘅呢一樣嘢咧，即係其實就好明顯就見到即係阿 Trump 係對於日本嗰個嘅位置係同其他嘅歐洲盟友咧似乎係擺位係一個比較比較冇敵意嘅一個狀態咁樣樣啦。咁不過當然啦，即係喺咁樣嘅背景之下，仲有好多嘅問題都需要解決，即係包括就係對日嘅關稅嗰個問題啦。咁尤其是就係呢一個阿 Trump 佢嘅關稅裡面咧，其實俾呢一個嘅美國嘅法院都判定咗可能有機會違憲咁狀況。咁有好多嘅東西都係未解嘅情況之下，咁究竟如何去處理？再加上而家嘅即係中東嘅危機之下啦，咁就其實都仲有好多未解決嘅問題嘅。咁而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即係高市嘅喺美國嘅被接待嘅狀況啦，以及就係我哋可以睇翻阿 Trump 對於高市嘅接待規格，其實都相對住比較高，而且亦都係好着意咁樣用高市佢中意嘅一啲嘅東西，係好 customize for 佢嘅一個咁嘅狀況。咁其實睇得出就係阿 Trump 係將高市當成一個嘅安倍路線嘅2.0嘅版本，咁似乎都係會以延續佢同安倍嘅友情嚟做呢一樣嘢，係去維繫呢一個嘅美日嘅關係嘅。咁除咗兩國嘅關係之外啦，咁呢排討論到最高嘅咧就係呢個中東嘅危機啦。咁依家啦，美日會面之後咧，伊朗就準備放行呢個日本嘅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咁點解喺呢一個見面之後會突然間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其實我睇咧嗰個嘅時間線上面咧，如果留意得到嘅話咧，其實伊朗嗰方面咧，好明顯就係想捉住呢一個嘅美日首腦嘅會談，以及就係呢個日本對於今次呢一個嘅中東危機嘅一個處理或者一個嘅站位咧，咁就係企圖去同呢一個嘅美方咧就有啲嘅即係叫做
牙較戰咁樣樣啦。即係好似就係佢講話咧，佢其實係冇封鎖海峽嘅，咁佢哋只係咧就針對呢一個嘅攻擊佢哋國家嘅一啲嘅船嘅啫咁樣樣。即係似乎喺咁樣嘅背景之下放輕咗個口風咧。咁因為個背景就係因為日本其實本身佢冇直接參與今次嘅軍事衝突啦，而且對於伊朗嚟講，亦都唔係完全敵對嘅狀況之下，再加上其實日本同埋伊朗長期都係有一定嘅對話嘅框架咁樣樣，以及就係即係日本其實本身佢冇將呢一個嘅伊朗嘅革命衛隊列做呢一個恐怖組織，而且咧佢冇獨立咁樣去對伊朗去實施一啲經濟制裁啦。而喺咁樣嘅背景之下，高市咧喺阿 Trump 其實係三番四次咁樣咧要求咧包括日本在內嘅民國嘅朋友們咧一齊要派兵或者派船咧去護航啊，即係喺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嗰度護航啦。咁其實我哋見到日本似乎嗰個 stance 都講得好清楚嘅咧，就係話我哋冇一個嘅立場咧去做呢一個嘅護航嘅行為，即係簡單嚟講，佢哋出唔到兵咁樣樣。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清咗筆信用卡數，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做咗債務重組，而家無債一身輕。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即係佢都講得好清晰嘅狀況之下，咁其實伊朗係喺咁樣嘅位置，就係即係準備係即係放低少少，即係唔係對住全世界去開戰，即係唔係好似慈禧向八國聯軍開戰咁樣嘅狀況啦。咁佢就似乎就係喺咁樣嘅戰略意圖之下，就係其實通過放行包括日本在內嘅一啲嘅船隻咧，咁就係咧企圖去分化美國同埋佢嘅盟國陣營咁樣樣。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其實即係日本都好小心咁樣去maneuver 去企位咁樣樣。其實即係茂木咁，佢實茂木外相本身亦都之後入表咗態啦。其實佢冇話要求日本船隻係可以先行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而係即係所有國家都應該要有一個嘅自由嘅航海權咁樣樣。咁即係咁樣嘅企位都睇得出，即係其實日本喺對伊朗問題之下，咁亦都係好小心咁樣調整佢嘅一啲嘅發言，以及就係佢嘅企位，避免咧就成為俾伊朗去作出同美方敵對之下嘅一個分化嘅一個嘅關鍵嘅地方咁樣樣咯。咁但係日本嘅自衛隊佢又唔係國防軍，其實佢有冇資格去維護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抑或係需要美國去開綠燈呢？其實我諗唔係淨係話美國開綠燈嘅問題，因為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睇日本嘅憲法嚟講咧，其實本身其實佢冇存在話好似韓國咁樣嘅狀況，因為韓國係直頭將嗰個嘅即係一個共同嘅司令部嘅狀況之下，美軍咧係有部分嘅指揮權，咁但係對於呢一個嘅自衛隊啦，日本嘅自衛隊咧，其實因為首先佢唔係一個國防軍隊，咁所以佢嘅定位上面其實係冇一個咁樣嘅即係出兵與否咁嘅狀況，咁佢都係要只可以係企喺一個防衛立場去做，而另外就係因為佢冇一個咁樣嘅同好似韓國咁嘅背景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其實唔需要係要等美國開唔開綠燈呢一樣嘢，要睇日本佢自己嘅法律容唔容許咯。咁因為呢個始終即係動唔動用自衛隊，用一個咩嘅形式去動用自衛隊，係要喺日本嘅主權範圍內，係透過日本嘅憲法同埋法例規定去決定咁樣樣嘅。咁自衛隊嘅海外活動咧，係除咗係受我哋大家都好多時候都會聽到嘅，就係憲法第9條，就係放棄一切嘅戰爭嘅行為。去解決國際爭端啦，以及就係佢哋有自衛隊法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安保嘅關聯嘅法案咁樣樣啦。其實冇一條係特定嘅法例係可以好簡單咁樣咧，就俾海上自衛隊或者其他嘅自衛隊嘅人員或者係去呢一個嘅器材咧，係去到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去做一個武力上面嘅護航啦。咁而喺現行法律之下，佢可以做到嘅可能就係一啲嘅情報收集嘅活動啊，又或者係一啲
海上面嘅海雷啊咁樣樣，又或者係一啲海上嘅警備行動，which is 其實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其實係美國戰後嘅時候專登留俾日本可以去做嘅一啲嘅東西。喺歷史上面就係二戰完結咗之後，美國係專門就係留咗一堆嘅掃雷艦俾日本嘅海軍，即係後來取消咗海軍啦。即係咁，但係咧，你呢一堆前海軍嘅船艦就係可以去執行呢一啲嘅掃雷嘅任務。咁可以睇到嘅就係咧，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啦，咁高市咁當然亦都有機會會係去回應翻呢一個事情，都需要交到少少功課俾呢一個嘅美國嘅，即係要表達就係話，哇嗱，我而家咧就綁手綁腳㗎啦咁樣樣。咁但係咧，我都會盡啲努力咧去睇下有啲咩佢進展嘅咁樣樣，即係即係例如就係呢一個嘅加速佢哋國安三文書嘅一個嘅修訂啦，以及就係一啲增加防衛預算嘅行為咁樣樣嘅。咁有機會就係今次伊朗嘅衝突咧，咁就會令到咧喺日本國內嘅一啲相關嘅安全保障嘅法例咧嘅一啲嘅修訂，又或者係一啲嘅整備嘅叫做促進嘅契機咁樣。好，咁今次嘅會面其實都出現咗啲小插曲啦。日本嘅記者就向特朗普提問，話咁點解今次偷襲伊朗唔同日本講啊？咁而特朗普咧佢就話啦，日本偷襲珍珠港都冇同我哋講啦，講驚喜嘅話邊個比得上日本啊？咁就搞到高市早苗嘅表情非常之尷尬啦。咁呢一段嘅小插曲其實有冇阻礙到兩國嘅關係發展啊？我諗喺畫面上面嚟講啦，即係俗稱個畫面唔好睇啦。咁但係其實咧對於阿 Trump 佢對日本嘅一啲嘅説法啦，尤其是即係如果係講珍珠港嘅時候，即係佢係好擅長地去利用一啲咁樣嘅好鮮明嘅符號，去好簡單地去切入或者去提出一啲咁樣嘅信號咁樣樣。即係其實珍珠港咧，佢都應該唔係第一次提嘅啦。其實佢有一啲嘅媒體嘅記錄啦，都係話咧，其實佢喺18年嘅時候已經同安倍講過一次，係我記得珍珠港㗎咁樣樣。但係即係其實即係有啲位就係即係叫做即係叫做出下招咁樣樣去撩下你講嘢，去挑釁一下咁樣樣。但係其實未必係一個好強大嘅信號，係表達出一啲嘅敵意。怡和電業現正舉行春季優惠，至本月底，各大名牌家電享有不同優惠，最高可高達75折。請親臨擁有超過45年經驗嘅怡和電業士嘉堡或列治文山門市參觀選購，優惠受若干條件限制。相反有機會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即係只要政治人物們，即係佢哋能夠係喺一啲咁樣嘅比較敏感或者比較尖鋭嘅問題上面係對應得宜嘅話，對於兩國嘅國民睇落去嗰個觀感亦都係會唔同。即係如果我哋將件事好淺白咁去睇，咁阿 Trump 佢係對住日本嘅首相提起，或者係呢一個嘅珍珠港咁樣樣，即係表示即係80年前嘅你哋偷襲我都仲記得㗎咁樣樣，即係會對於美國國內嘅一啲嘅輿論或者民情就係話，即係我哋嘅總統都仲係會即係叫做係善惡分明嘅喎，咁樣樣啊，即係當然善唔善惡分明，即係呢一樣嘢就即係各花各眼啊咁樣樣。咁而另外一方面就係高市喺今次嘅阿 Trump 嘅説詞裏面，即係佢只係擺咗一個比較上面即係模棱兩可嘅一個表情，咁但係亦都冇用一個好大嘅一個反應，或者係用一啲嘅言辭去對於呢一樣嘢有特別嘅回應嘅時候咧，其實喺外交上面處理嘅圓滑咁亦都俾到唔同嘅人係睇到一個感覺，就係佢係似乎係亦都唔會係受到太過明顯嘅挑釁咁樣樣。咁至於喺咁樣嘅狀況之下啦，咁其實係喺我哋都要睇翻，就係今次問呢個問題嘅，其實係朝日新聞嘅，即係朝日嘅記者啦咁樣樣。咁喺咁佢問呢一個問題，咁當然會有啲人會覺得，喂，會唔會係咁唔係咁 appropriate 咧，或者唔係咁合適咧咁樣樣。咁但係即係佢亦都有佢問嘅一個自由啦。咁而阿 Trump 佢回應呢一個記者或者係對住記者挑機，亦都唔係第一即係都唔係第一日嘅事嚟嘅啦。咁
喺咁樣嘅狀況之下，咁當然喺日本國內亦都有唔同嘅輿論係即係對針對住即係呢一個嘅記者嘅發言，即係提問，又或者係呢一個 Trump 嘅一啲嘅回應，甚至就係高市佢咁樣擺一個咁樣嘅面口出嚟啦。咁就究竟係對作為一個嘅領導人咁樣樣，佢有冇維護到呢一個國體咧？咁樣樣，咁呢一樣嘢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咁但係呢一件事冇特別大去發酵嘅狀況，就係因為阿 Trump 佢今次做呢一個咁樣嘅行為，其實係一個比較常態嘅一啲嘅行為，即係佢係好擅長地利用呢啲咁樣嘅symbol 啦，咁係去嘗試去即係影響大家嘅即係將一個嘅談判或者係對話嘅主導權拉去佢自己嗰度。咁我諗可以咁樣講就係其實今次嘅發言，你話有冇阻礙到美日關係咧？其實冇話太過阻礙嘅狀況咁樣樣咯。咁但係記者咁樣問，會唔會係另外有目的咧？咁同埋國內嘅輿論啦，日本嗰邊嘅輿論啦，係點樣睇朝日電視台記者呢單嘢㗎？咁當然都要睇因為本身朝日系嘅媒體嘅取向咧，就係偏向比較對於現政權係比較重嘅批判嘅角度，或者係一個嘅評論嘅角度嘅。咁對於現政府同埋呢一個嘅美國嘅關係係似乎太過密切嘅背景之下，咁朝日係嘅記者嘅提問咧，咁當然會有佢自己嘅立場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咁其實即係佢都作為記者係一個即係需要係對於佢嘅讀者有一個交代，咁即係代佢嘅讀者去發問呢個咁嘅情況。咁呢個都係一個嘅新聞自由嘅狀況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喺一個咁樣嘅美日關係即係兩國會面嘅情況之下，咁有一個咁樣嘅問題跳出嚟，咁保守派嘅媒體咁亦都當然係唔會太過對於呢條問題係滿意咁樣樣嘅。咁當然啦，即係喺呢一條問題，即係侵係即係當然佢明知即係有機會就係咧知道有估計到佢會有一啲比較攻擊性嘅回應之下咧，咁其實即係記者們或者係媒體其實都應該預計咗呢一個係風險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其實都可以話係一個好合理嘅問題咁樣咯，只不過話係時機上面會唔會話係即係有其他更加合適嘅場景咧咁樣樣？即係雖然即係能夠直接問到領導人呢一啲咁樣嘅問題嘅機會其實真係唔多咯，咁樣。好，今日唔該晒 Sam。好 ，thank you。超越頭條，解構新聞大事，時事焦點。多謝你收聽收睇星島 A1 中文電台新聞部製作嘅時事節目《時事焦點》，希望有你嘅支持，歡迎你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撳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